路人甲接赏。云昭容娘娘赐给你的，好好收着吧。小贾，这只玉镯是我得的赏赐，本是一对，分你一只。你我之间一直都是如此。我不怪你，一切都是命数。你就要去永岩宫里，只希望你平平安安，诸事顺利。是命数，是程序计算好的，我们强求不得。跟着死，或许我们两个人也是这样的吧。老公公前来所谓何事啊？什么公公？我是侍卫。想必你也听闻，这司治司的宫女路人甲被调到永岩宫。此女生性调皮，但诚实善良。之前与我颇为投机。作为朋友，我担心她到永岩宫初来乍到，做事没分寸，所以还劳烦嬷嬷多多照应。哎呀，宝公哦，宝侍卫太客气了。老奴早就听闻这陆姑娘精于医术，有功于太子殿下，所以才升任这永岩宫的侍药女官的。更何况又是宝侍卫的朋友，那老奴一定会当成自己的朋友对待。那谢过了。明明一开始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的心竟然真的会为一个 NPC 牵动？明明知道他是风流才子的人设，那些有意无意的柔情，对于他或许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，可我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。小顺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姑娘，对不起了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他去永元宫当差了。殿下放心，我已经塞了好处给永岩宫里的嬷嬷，称她是我的朋友。他们一定不会为难小贾姑娘的。你倒是机智。如今我请求就范被父王驳回，只能委屈他在永元宫待上些时日。太子殿下一向宽以待人，小贾姑娘呢又聪明机智，加上我们暗中照应，应该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殿下有所不知，今日有人献给太子殿下一剂护心药方，是失传已久的延寿汤。老臣有幸得见，心中欣喜啊！孙大人可知是何人所为啊？是一位姓陆的姑娘，她之前在宫人的才艺考核中便展现出了医学天赋。这次献上药方，对太子殿下的病也是大有益处呀。大哥若是能得此人师傅，病情定有好转。四殿下说的甚是啊！上次太子也提过陆姑娘给他试药这事，我赶紧去督办，愿太子殿下早日康复。有劳了，如此也好。他本身就对药理感兴趣，也算是随了他的心愿。再能得到大哥的器重，徐党等人定会投鼠忌器，伤他不得。这心儿姑娘不也在永岩宫侍膳吗？看在您的面子上，一定也能好生的照顾好小贾姑娘。你倒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对了，前几日我看了一部做了新品，绢花上的花纹甚是精美，替我挑几个，给他送过去。在太子府当差，也不能苦了他。殿下，知道您关心小贾姑娘，你也关心我呀！我这刚从永岩宫回来，这屁股都没坐热呢。你来，我关心你啊！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心儿姑娘，小宝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哦，今日我来是四殿下命我找小贾姑娘有些事儿。不知心儿姑娘能否行个方便，帮我换她一下？是那个叫路人甲的吗？是听说他今日要来永岩宫司职，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他。这样啊，
这是四殿下要给他的吗？我可以代为转交的。这可怎么，信不过我？那倒不是，只是四殿下特意嘱咐了，要我亲自教育小贾姑娘。既然她不在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是四殿下信不过我，还是小宝你信不过我？哎，怎么会呢？那有劳心儿姑娘代为转交，一定要告诉小贾姑娘，此物乃四殿下所赠。嗯，谢过了。小贾姑娘怎么在二殿下这儿？二殿下，坐吧。二殿下，您要是找我，招呼我一声便是，何必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呢？莫非您是介意那日我弄脏了您的衣服，我给您道歉了？那身衣服我早就扔了。那莫非是介意我那日烫伤了您？这点小伤，何足挂齿啊？那吃了它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我让你给我吃下去。你刚才所吃的叫7日断肠丹，顾名思义，若7天后没有解药，你便会穿肠烂肚而死。二殿下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官婢，如果之前做了惹您生气的事，您就大人大量，您饶了我吧。你此次前去永元宫，每日都要把太子的衣食住行给记下。7日之后，你汇报给小顺子，我自会给你解药。殿下，您这是让我当卧底啊！这事我真干不成，我一天就弄7下。天以后，小顺子会在荷花池畔等你。这个冰块儿完全不听我说话。您就不怕我出门我就告诉太子？若事情败露了，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我真是服了，刚出虎穴又入狼口，游戏干脆改名叫《恋爱碟中谍》得了。可是我，请。殿下，小的回来了。去的不巧，小贾姑娘还没到永延宫，我就把绢花交给心儿姑娘了。她说，等小贾姑娘回来，就交给她。后来，在樱华宫门口，我看到小贾姑娘被侍卫给架住了，好像是被二殿下给什么？给什么？说下去。给请去了。哎呀，是陆姑娘吧？你可来了。敢问嬷嬷如何称呼啊？老奴姓荣，是这永元宫里侍候的老人啦。姓荣，这比电视里的容嬷嬷和善多了。容嬷嬷好。除了你是隶属于司药司的侍药，另外还有几位分别隶属于司善、司贞、司智的高阶侍女，以后啊一同侍奉太子殿下。后面我再引荐你们认识。想来伍子欣应该就是那位侍侍。
紧张，别紧张，说不定晚上有什么小动物出来觅食呢。是桂枝，一定是桂枝。桂枝？你说的是之前那个试药女官？太子殿下阴气太重，桂枝刚当上试药不久就莫名横死，说不定沾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你可不能这么说，殿下，脑袋不想要了。桂枝就是某次试验放工后淹死在了湖里。我的妈呀！你快听，桂枝死的当晚，传说就是因为她打碎了太医给太子熬的汤药，第二天天亮就被人发现淹死在了湖里。就因为打碎了汤药，然后就死了。就是说她死的蹊跷，所以他们都说啊，你看那个黑影，我看见桂枝了，就是桂枝。看来永延宫的差也不好当。